好，请问敢是何云奇小姐？你讲啥人去啊？你头拄迄段意思是讲，阮老母送啥玫瑰花啊？啊，毋过伊连一仙半个零都袂留互我。你给我留一张厝落来。啊，毋过星河关管事务所的所长杨显，甲你是共同继承。我就是新厝主。靠我天！你来阮事务所食头路无？做某一档，我就交我迄半份所有款互你。请假安尼？我请假呢是安怎叫？等你业绩摕出来，才有资格来甲我讲是非。你这歹，我这惊诶！真照新人到的训练流程行。催厝哦，是业务开发的第一步啦。打电话。你好，阮新豪房管事务所是咧做包子。我叫你已经破事，后尾通去互晒塌掉，最讲去互困拄着，变甲去互人家卡掉啊！